游湾郭清华上午伫个乡亲甲渔管会理事长郭瑞昌的陪同，共同召开记者会，强烈表达争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向南来延伸。游湾表示，台61线好不容易争取台南闸门溪桥的新建工程，得到行政院核定总建设经费66亿外，因此建议台61线一定要继续向南来延伸。拒绝以台港大道甲安明路作为替代的道路。伊若是用台江大道甲安民路咧来做替代道路就对啦吼。我不惜一切，我一定发动安南区海线的人出来为中央就对啦，绝对袂当互因做这个工作，因袂当偏离形势。这地方的一条交通网已经是塌搁再塌，塌搁再塌啦。你搁要做替代道路？安尼是要安怎？是叫地方要安怎去发展？阮地方的海线毋永远爱做孤立，过去的取消有困难，应该是爱去克服，毋是取消，若拄着即个有当时开一条路的瓶颈就对啦，有困难就来取消的时阵，若面临战争的时阵。若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毋得业地基起来投降。现场出席的包括市府交通、公务、甲都法等单位，另外包括安南、甲安平、南区区公所、嘛拢由区长甲主笔来出席。市府公务局表示，台61线向南延伸案，目前公路总局正进行可行性的评估。市府会将地方的意见反映给中央，希望能够选出上适合的路线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